现场所有的好朋友给大家重重介绍这一位，这位是我们鬼谷神功的大师兄，也是今天我们所有演员当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在这里告诉大家，他已经有70多岁的高龄了，朋友们，能否有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支持一下？现在朋友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表演，叫做3层破石。大家有看到我们这3位器物大师分别用他们的身体躺在钉床、钢刀、碎玻璃渣上。今天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块坚硬无比的大石头，它将会放在大师兄的身体上。接下来，工作人员将用铁锤将它砸碎。来，我们注意小心，来，用您最大的力气砸。准备，开始。来，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一起为他加油，好吗？大家感觉怎么样？肯定有很多好朋友不过瘾，对不对？来，我们首先谢谢3位器物大师给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同样为大家呈现一个更精彩、更刺激、更厉害的真国斧，它将会在自己的身体上承受3000斤以上的重量。来，朋友们，掌声有请器物大师阿木登场。阿木来自我们湘西的楚家族。现在朋友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在阿木背上涂抹的是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苗药苗家百草油，对于这种高难度的表演者通经活络很有效果。大家现在看到我们场中有3块水泥板，这3块水泥板将全部会放在阿木的身上。能够承受3000斤以上的重量不仅是对人体极限的一种挑战，也是我们常人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可能有朋友们会问我，他们会不相信这几块水泥板会有3000斤以上的重量？这就问大家，你们相信吗？后面的朋友相信吗？还是有听到说不信的朋友那今天这样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证实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真实性。现在我想从我们现场邀请出6位好朋友走过来，站在水泥板上面，亲身的感受一下，增加一点重量，好不好？来，我们说好的朋友，来直接走过来好吗？6位，抓紧时间。来，第1位、第2位、第3位、第4、第5、第6，好，可以了。可以了，站在水泥板的后面，稍等片刻，各位小心一点。来一位小姐姐站在最中间好吗？好，来，您站在这个位置好不好？来，我们双脚站上去，然后面朝观众朋友。来，我们后面的观众，来，我们站在水泥板上面，注意站在上面，千万不要晃注意小心，慢一点，谢谢。好，可以了。来，这位小姐姐在旁边观看一下就行，好吗？小心，来保持平衡一下，注意安全。来，今天这几位好朋友，你们是最幸运的观众。接下来的时间我将会让大家站在上面，有一种小小的感觉，大家不要紧张。来，我们全场所有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倒计时，好吗？当我们数到1的时候，我们这位器物大师将会在下面发功。来，我们站在上面的朋友不要晃，好吗？谢谢。接下来时间，大家将站在上面会有一种震动的感觉。如果大家感觉到震动了，麻烦各位大声的叫出来，把这讯息告诉给现场的好朋友，好不好？来，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来倒计时，5、4、3、2、1。有没有？เขายกคนได้เขานอนอยู่เก่งมากคนต้องเป็น10ขึ้นไปอยู่บนซีเมนต์แล้วยอดเขาอยู่ข้างล่าง来，站在最前面的这位小姐姐，来，麻烦您过来一下，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美食楚家蛋酥，欢迎大家在舞台两边免费品尝。那么刚才在阿木背上涂抹的苗家百草油，如果大家爬完山腰酸腿痛，涂一涂抹一抹，非常有效果。那么接下来咱们大哥您就不要再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阿木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我也告诉大家，我们张家界不仅山清水秀，那么在这里有很多的奇人异事，一定会为大家带来非常不一样的精彩。สุดยอดเก่งจังเลยกำลังภายใน那么很多好朋友来到我们张家界
西啊，认识我们大湘西，都知道我们湘西有很多让人难以破解的。